问的呢？古琳娜，感谢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感谢到爱能到咱们马路哎呀，萨利嘎嘎。今天呢，我们看到不只是6间教会，ini umat Arawai minta suah ya mata ada kyokai。加上延宾，加上嘉平，就8个，再加上南西9间。kemarin tununa ni ngomong ay tawali tu sa kyokai ira kono nangge haw siwa ay tu kyokai di tanan。我们和平牧区3个月一次联合的聚会。Saka uno ile kacilai hanana hawi pura kana tayo tudong ka sauku numia hanana mapulong ni on 等于说4间教会的联合。saspada ta to kyokai 每个月有2间教会的联合。Tatay pura tao sa ipo kyokai mapulong ami ansuniji。今天更感谢主，我们总会8间联合聚会。感谢ami tuli bukawas baru ka kyokai anu minta mapulong kita ami ansuniji。这是一个最大的恩典。Tata angay kunian hanana ami kumi。领受安息日的福气。Sa idini ta tata dunia ansukuni hanana asaiwai。领受8间教会弟兄相亲相爱的这种福气。Mi hala kita tuna baru ka kyokai tu kahama ka ura malali tahu。真的是感谢主。Tata mi感谢主kawas。愿这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我hati ni ay hanana tata mana panukai hani itini ye sama。第2个想念时尚教会。Saka tusa watak ko error tu na itini ipanaw ka kyokai。以前是铁路的那边小间的。Iti hau iti dari kata tekno lalakatan mo cak spray。我神学出来63年。你到大概过新加坡都会去3年。总会差派小弟到时尚教会的牧会。Agak surai itini kutulong no makuha na bitando。我不会讲闽南话。Saka na kutuno parang atasya。那边的教务邱阳弟兄说，传道，你不会讲的你就不要讲，会讲的你就说。Pastor na tio mo itini ya kapanaan itu pun parangi sakan ka bukiran itu hamana tatakan。但是这边就是很爱传道。kalau san awatai ko urhaira tuni tindo ya ini。在台下他们就记录传道那一句话不会讲闽南话，潘凤英就是这是要安尼讲啦Saka itulah awak ibukan terus saya kakak dikanu harus semua isu hati ini kuah soal awak satu。我们的凤英姐妹很认真替我写我不会讲的闽南话。Saka itulah hati paspananya simai ini ipang toming hananai。是的，谢谢他。感谢saka pun hati ini。第2年我就到他马里华演了。saka susah hananai mereka ini sebab kai mari。糟糕，那边都是老人，不得不一定要努力讲闽南话。Sama kami satu semua di tengah itu sampai langan anak。隔年之后我到基隆去了。rumah satu meter satu utara Kilong。要讲闽南话。sampai langan saya tidak。阿密的话。ada sama amis。经过了这几年。tuna pina amis andi。34年回来看看大家。30年itu kayak tidak nak batikul sana minum kayak tani tanah。带来我们2间教会的弟兄姐妹。saka tidak pikir itu nak tusa kaki kayak akhirnya kali kakak。总共有40位。burung hawis patai buruk punya tanya。有司机的信徒就变成41位。kalau uncang haus hausin hawis用就1meter。非常感谢主。那咱们感谢主kawan。虽然今天是联合的聚会。antara sokat hubungan kita akhirnya hanane ansukuni。因为是安息日。ansukuni tata。我们2位年轻的传道人。能不能打出啥什么玩意儿进度下？传道，你比较年纪大，你先上来讲。saka diucur takunan atau ini ikiutan。我想因为时间不周长了，就1个人讲了。zaman awal saya aku cikang kata terpaksa semua。不过后面的节目呢，就交给他们2位。saka uka ikut untuk kamu tamira satu ngabana。那我想，这个时候我用罗马书14章17节。罗马书就用就当了对。罗马书14章17节。就当了对。罗马书14章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里保罗这样的勉励。
今天我们来访问，我们是来学习各教会的爱心信息。甚至在服侍主的精神，还有爱主的精神。早上我们在义理教会，也看到他们为主的侍奉。那今天下午来到我们吃饭，我相信我们六人教会的爱心，我们来访的一定看见。你们的信心，我们也看见了。大家都能够聚集来到这里，真的是不容易的。你有信心，你有爱神的心，你有爱教会的心，你就不会来到这里。因为有，所以你来了。所以我想用这一段互相勉励。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辖者在我们心里面。因为就是说神的国在我们心里。第二个，神的国在哪里？在的教会。所以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第三个，神的国在哪里？就是所预备的在天家。亚非十字架主耶稣这样说。预备的天家。如果没有，就早说没有。因为有所以我去准备然后下来接你们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神的国。现在我们是在地我们应该在地如天所以神的国也就在这个教会。今天我们联合的聚会不在乎什么呢？不在乎吃喝。我来了，哎呦，我现在参加有好吃的东西。我今天没访问那么接待不是很好吃。不是，甚至保罗说不在乎吃喝。应该说在神的教会不在乎吃喝。那么在乎什么？保罗就讲了几点。第一个，在乎公义。神是公义的神。怎么说？我们从创世纪来讲，神给人恩典，然后再有公义。所以说园中的果子可以随吃。那么多的可以让你享受，那不是恩典吗？只要你看到都可以享受来吃。不管大的果子、小的果子都可以。只要你觉得可以吃，你就来享用它。这是大恩典。就好像我们今天享受这个宇宙一样。别讲太大，时尚就好了。神给我们恩典太美了。这个会场我是第二次进来。我第二次来进来，这个这个装潢真的很美。神创造的木头都在这里让我们去享受。对的，这是一个恩典我们去起来怎么享受这个神的爱。所以
第二句话呢，这个都是阿说的。神说那个善恶果是不能吃哦，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我啦，听到那别人说的那个感恩的妈妈，感恩不了妈妈带他们。那就是公义啊。乌马来亚在找寻高。很多信徒啊，他还有我信的，很多没有信主的。乌鲁马在这比多高啊？是。那你们耶稣还不是有慈爱吗？你还等你到这不是在好讲为什么还有审判呢？好那塞邦的啦。那个审判叫做公义。那个我那比塞邦了，乌马来亚塞过来那。要不然我们辛辛苦苦的联合来聚会。那个我那辛苦你到好嘛了，在你到今年没还辛辛苦苦带我们的慕道者来参加这个聚会。你的哎呀辛苦一下，你给都有都下把在里面。如果没有公义呢？好哎呀，来呀什么搞啊？那不是很可惜吗？或者说啊，金菠菜，哎，这变得没什么价值了，对不对？不是哎，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渴慕这里的慕道朋友，不管你听了多少的道理，或者多少时间，你要记住，耶稣不单单是慈爱的神，还有公义在里面。当夏娃摘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他会摘给他先生吃，眼睛明亮，看到什么？看到罪。他本来就是没有穿衣服啊，看的是圣洁的。当犯罪的时候，眼睛看的就是罪，就是污秽。这神按公义来，既然没有听话，来赶出一定的东边。同样，今天我们在信耶稣的各位，如果我们违背了神的话，一样神会把我们去解掉。慕道朋友，你已经听不到了，虽然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归入到真耶稣教的信仰，神的话你已经听见了。他也是按照公义来审判你，这样把握机会来相信。这是神的大爱。这第二个，神的公义啊，也是神的慈爱。他是用什么方法？叫做洗礼。这个是很奇妙哦。当你领受洗的时候，恩典就临到我们的家。叫做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叫恩典，也就是神的慈爱。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16章16节，我们看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相信谁？相信耶稣。耶稣这两个名字啊，这个两个字啊，这马太福音第3、22节。就是拯救的意思啊。拯救在最终的人。23节，那个耶稣那个名字叫以马内利。神要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恩典。这样相信耶稣。那等于说圣灵也是耶稣。耶稣也是圣灵，所以你相信耶稣，圣灵，耶稣的圣灵就给我们了，因为进天国的凭借乃是耶稣的见证是圣灵。最大的神迹就是圣灵。因为我们在这里很多渴慕真理的朋友们，